好啦，槍聲一響，第50場賽事，公開組今日最後一場初賽 E 組賽事已經展開啦。第一線將軍澳消防龍舟隊，第二線馬卡龍，第三線美泰龍舟隊，第四線風行者，第五線大潭東龍舟會 B， 第六線行圖裝飾公司，第七線大潭東龍舟會 A， 第八線清風龍啊，好啦，個第二浮波，暫時領先，咦又係你喎，將軍澳消防龍舟隊啊，果然有地理優勢，不過隔離馬卡龍亦都相當之接近，咬住唔放啊，仲有最外邊清風龍繼續清風送爽，爬三爬兩步，亦都係後邊追到上嚟啦。至於第七線大潭東龍舟會 A 啊，都係相當之快㗎。好啦，準備到最後浮波，暫時領先第八線啊，清風龍啊，果然係清風送爽啊。第二線馬卡龍追唔追到咧？仲有第一線將軍澳消防龍舟隊啊，準備過終點啦。第八線清風送爽啊！第二名大潭東龍舟會 A 喎。至於第三名咧，會唔會係將軍澳消防龍舟隊，定係隔離嘅馬卡龍咧？真係要影下相先知啦。